人的脚步是为耶和华所定着，人讲袂明白家己的路。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大家起立，做伙来感谢咱的神，做伙来学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天父稳定真正大。天父稳定真正大，日日在引传，无论好阴也平静，伊拢会作伴。咱着生效伊的稳，日日应有存。好在世间咱变正欢喜，烦恼变好气，耶稣伫较顶传，伊伫较引传，互人稳定拢无散。归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咯，归声应心，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我一摆天父稳定真正大，天父稳定真正大，日日在引传，无论风阴也平静，伊拢会作伴。咱着生效伊的稳，日日应有存。所在世间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伫较引传，日日较引传，互人稳定拢无散。归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咯，归声应心，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伫较在引传，日日较引传，互人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咯，归声应心，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好天地拢相共欢喜，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好，咱拍谱啊，将音乐归乎天父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有在保，永远无半空。主来拍开，用主来拍开，心内的门窗，只是顶头心比着头房。只要人有心，上帝嘛有情，一生
界有听有希望。是啊，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咱的人生就有听有希望。哈利路亚！有过一摆来学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讲咱的心亲像做面包。咱讲这人生亲像做面包，透早困醒着拢无半项。虽然咱有心，世间人无情，只有看破才最空。讲阮人生有主来听透。我讲阮人生有主来听透，虽然三者人嘛有希望，不免心怨叹，不免心惊恐，不免心酸苦嘛苦，一切拢是耶和华所起造的。耶和华去做的人，就着我空空，咱拢是上帝的山羊，天顶有财宝，永远无破空。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只是顶头心比着头棒。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界有听有希望。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界有听有希望。各位兄弟们，请坐。你的心，你的灵，你的身听我来落，我上帝，我依赖伊伫你，不管风，不管雨，伊的稳定甲祝福，伊是以世界人养育，你思念。你怨叹，你艰苦，破碎的心肝伊拢了解。上帝听小你，不免惊，莫停止，你的祈祷伊在听，不忘你一心乱可以。耶稣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这路，带你穿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照顾你。你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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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灵，你的身听无奈落，上帝，可以来伊伫你，不管风，不管雨，伊的稳定甲祝福，伊是以世高咱享受。你思念，你怨叹，你艰
艰苦，打碎的心肝，伊拢了解。上帝听惜你，毋免惊，来停止。你的祈祷伊在听，毋望你一时乱可以。上帝在照顾你。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大天在顾，大天带路，上帝在照顾你。照顾你，照顾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治愈阮身躯，阮的心理。主啊，你嘛照顾阮的灵魂，因为主你是完全的主。你知阮的无完全，互阮这个时辛苦病痛。这个时，阮心内白白；这个时，阮绝望，敢若无路通行，阮的人生拢乌有去。总是主啊，你是万富有的主，主你是万福的源头，主啊，你是阮智慧的来源，主啊，你是阮快乐的所在，主啊，阮的生命，阮的愿望在伫你。阮感谢你，予阮今仔日还阁有一口气，这口气是对你来的，予阮还阁会当来敬拜你。不管阮即马伫什么所在，人毋知，总是主你拢知。你知阮的困苦，主啊，你知阮即时的限制，主啊，你知阮即时的痛痛。主，你知阮即时咧计划，你知阮即时高高念，主，你知阮即时也袂起阮的头，总是主你，搁一遍来透过你的诗歌，你搁一遍来宣告，你是要互阮举起阮的头来仰望，来仰望你的主。当阮来仰望、来仰望主你的时阵，主啊，阮就知。你是伫这个分享的太阳一样，你一直拢伫的，你甲阮伫地，阮就无孤单。虽然阮即时可能还阁会惊吓，阮可能还阁犹豫，阮可能还阁毋知要安怎，总是主你一定有办法。主啊，你甲阮讲。阮我靠你，就要成做一个有幸福的人生。我靠你，阮就有愿望。主，阮为着安尼献就感谢，嘛将阮今仔日敬拜成做捧的祭，要献予你，愿你来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不管咱伫什么所在，感谢上帝，互咱伫线上，咱就会当来相见面，咱就会使感谢主，咱还阁活地，还阁有一口气，咱会当来敬拜阿拉主哈。不管咱是伫什么所在，我想咱拢知影，即马咱教会有4顿的礼拜，咱即马拢用线上。咱嘛要用线上来这个小组的聚会哦，哈希望7月初3哈，咱第4遍的圣礼典有人要洗礼的，也是更新礼的哈，咱会当来报名哦哈，咱伫6月19来截止哈，来由牧师甲行政的干事来登记。伫今仔日下晡1点，咱中集会嘛伫线上哦。若是有人还阁未拄好的吼，会当来甲由牧师来请假，咱准时来开始。因为咱伫下晡还阁有线上的门徒的列车训练，咱下晡伫中集会
了后3点要伫线上所以咱大家来注意哦，来有参加的注意准时来就车。咱的主的祝福是真准时，所以咱互上帝的奉献。感恩的奉献，咱嘛是爱准时哦。总是有人有限制，无法度来到这个所在奉献，无要紧吼。即嘛有足侪方法线上的奉献系统咱也摕咱的手机来登记咱来扫描，咱会当用线上的奉献的系统有真侪人可能会甲牧师应验牧师共款一样吼，看遮吼几啊礼拜报告也是搞不清楚啦吼。我知呀吼咱会当来请咱的少年的朋友，也是会晓的朋友，也是咱敲一个电话，教会同工吼，会当一步一步吼，居家教学吼，一步一步来教咱大家要安怎伫线上奉献吼，咱就会当伫咧厝的，咱嘛会当奉献咯，咱就毋免爱阁来甲教会吼，因为咱的奉献嘛袂当迟到哦。咱望上帝祝福无迟到咱互上帝即个献上感谢嘛无迟到哦。信用卡、来配也是伫即个银行汇款、超商吼，这咱拢会当来做吼。另外咱就是来看，如果咱若是汇款了，请会记哩爱甲咱的即个李梅会计干事来通知吼。拜三祈祷会吼，请咱切爱记哩哦吼。甲即个会当用手机甲翕起来吼，咱嘛会当透过小组来即工，咱会当用 Google Meet 会当起来吼，咱会当斗阵来祈祷吼。当然若袂晓 Google Meet， 也是讲我都是要用直播嘛会当哦吼，就是咱即个时间吼，咱伫线上，咱会当斗阵，为着即疫情，为着台湾，为着个人的需要，特别嘛为着教会来祈祷吼。咱要收集。伫祈祷会时阵，咱嘛要收集大家的见证。你若有见证嘛，欢迎你甲你的小组长讲，3句话第一，你确诊的时阵，你的心情是啥物？第二句话就是伫即个确诊的中间，你安怎体会上帝引带感谢？第三句话，伫即个过程中，你发现即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呢？是大权能的主还是伊是上好的医生还是你的至好的朋友就3句话就好。你若是有即个见证1分钟以内你会当录影起来会当寄互咱的同工，还是甲小组长讲，还是你会找应验牧师嘛是无问题哦咱就是要来及时来感恩来见证上帝恩典伫咱的中间。咱真毋甘的心咱的会庆节伫5月19蒙主来恩调咱要来个别的礼拜属于伫拜六6月初4伫殡仪馆一个至真堂伫遐要入念火化，下晡1点半伫教会要举行个别礼拜下晡要伫安放礼拜求主来安慰遮遗族，特别遮遗族真侪拢阁无信耶稣基督因阁无即个因生的愿望恳求上帝来安慰扶持咱来看今仔日上帝互咱的金句，咱3角来听来读来请2遍请。拿俄米要伫摩押的时，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互因好修行。就甲伊的身躯离开摩押地，要倒去伯利恒，路得记1章60。搁一遍请。拿俄米要伫摩押的时，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互因好修行。就甲伊的身躯离开摩押地，要倒去伯利恒，路得记1章60。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会感恩的表现咯咱若是无方便来教会，请咱用线上用你来感恩的心，咱来奉献，请起立，献上感恩的心。为伫至圣的天父，感恩的心归回至圣的天父，伊有修许多心境，主耶稣。
主多心惊，主耶稣基督。即生的爸，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感谢你伫这疫情的时，予阮有健康的身体，会使来敬拜你。阮今晚要奉献金钱作为圣工的路用，愿主你拣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读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路得记1章第6节到15节。路得记1章6节到15节。当礼拜咱读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即中间简单来讲伊的背景。路得记是一个女子的名，即伫圣经内面是真少的哦。除了以斯帖以外是真少的。而且路得伊是一个所谓的外邦女子哈，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记载，即个伫圣经中间伊的重要性。迄阵的背景就是伫士师的时阵，第1章甲第1节甲第5节，有一个人因看到因本来厝的必利行基远，因就离开移民去甲迄个时阵感觉是无好的所在，是摩押地。是因的祖先甲因讲，毋通甲因有来往的所在，总是因为着因的生活，因感觉遐搁较好，所以移民伫迄个所在，嘛伫迄个所在娶某，互伊的囝2个囝娶某伫迄个所在，总是伫10年以后发现，本来一家人有4个三男士一个女士，结果10几年了后，真剩一个女士。甲尾仔娶的2个，即个新妇，剩3个寡妇。今仔日就要来讲啥物？就是要来讲，当因剩3个寡妇的时阵，因搁伫脑米搁听见，哇！原来因离开遐来的所在，上主眷顾伊的子民，互因伫遐有好的修行，但因伫外地，剩3个寡妇，决定有要转去遐无？当咱也想着讲，咱本来离开迄间公司，本来感觉迄个公司无好，等咱离开了后，才发现哇，迄个公司哇，愈来愈好。当咱感觉迄个所在无好，迄个家庭、迄个环境无好，咱离开，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分手，咱去别位，结果咱发现哇，原来愈来愈好，迄心啊呐，真艰苦心吧。总是敢有要转去，咱若转去，人讲不吃回什么草，窝边草。转去歹势嘛，无民主嘛。咱要看拿俄米伊安怎决定。咱来看这段经文，就是要安尼来开始哦。咱准备好吗？准备好，咱要到底来读哦。好，请拿俄米要伫摩押的时。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互因好修行，就甲伊的新妇离开摩押地，要转去伯利恒。伊就对伊住的所在出发，要转去犹大地。2个新妇对伊去。伫路中，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
恁转去家己的活家。愿上主赐恩互恁，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相款。愿上主赐互恁，互恁两个找着新的对象，有好的归属。伊就互因真，甲因三时，因大声吼，对伊讲。阮一定要甲你转去恁的人遐。然后咪讲，查某囝着转去，是安怎要对我？我减话阁生囝，互恁做翁。查某囝着转去，去啦！我已经老，袂当阁嫁翁。我若又有忙，今暝有红晒，阁生囝，恁减话当伊大汉，无去嫁别人。查某囝，我比恁较歹命，因为上主亲手攻击我，因阁大声吼。巴就甲伊的大人讲，甲伊三时，毋过落得放袂离大家。然后咪就讲，你看，恁阿嫂已经转去伊的亲族，甲伊的性命遐，你嘛通随伊转去。敢有转去？罗德这个新妇敢有转去？敢有转去伊的活家吗？也是伊坚持坚守要对一个伊的大家拿米吗？这条要转去的路实在是真长。咱若有看曾信德老师的播种这个影片，咱就知实在这个路是真长，是无简单哦。总是三个寡妇。行到路半中央，然后伊无阁带即两个新妇对伊要转去，带因要转去要履行，是甲因三时。一个转去活家，因为伊要阁拜伊的神。罗德咧，伊安怎选择咧？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选择要转去吗？阮选择，阮要放下阮所烦恼的，阮的民主吗？阮可能知阮选择错误，阮可能后悔，阮要转身离开阮的歹，阮要主你的家。主啊，阮就亲像敢若浪子，阮要回头的时，阮的心知主你敢若老爸，你要接阮，主你要款待阮。你要欢迎阮转到主你的厝，你的家就是阮的家。主，阮感谢你，恳求你启示阮今仔日读你的经文，互阮会当真做阮的帮助。阮照安尼去行，会当真做哪来哪亲像主你的人。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毋知咱转去的路一年转去几遍。或者有真侪人会讲，我足久无转去，因为我竟互关14天啊。总是咱会当想，咱每一遍转去的路，回家的路，这首刘德凯的歌，感动真侪人讲回家的路，我数一数我的心情，我的心情，我算算的，我到底是赢的面较济，还是输面较济？我算算的，我今仔日到底接对偌济人？我算算的，我今仔日心情如何？我算算的，我。拄则哪会讲迄句话？有够气的！我算算的是安怎有遮尔侪人对不起我？我算算的，我敢若算换，敢若算毋对。我会记得我打过伫即个阿贤的厝的时阵，逐遍甲清明的时阵，阮拢足紧张的。阮逐遍若要对即个扫墓，也是大家族中间要转去厝的路的时阵，我就会真紧张，讲看到我的大家迄阵啊，阁有即个未信主的即个观念，
伊感觉讲，特别嘛要扫墓的时阵，伊一定爱抢头一个到迄个所在。若是迄边扫墓，伊无抢头一个去到迄个墓的所在，转来的厝的，伊的心情就足歹。讲哦，我必知吼，我拄则对搭一条路吼，我一定头一个要到遐，因为伊的观念，搁一个观念就是去扫墓时阵，啥物人先到的人，迄个都要受到祝福。咱是毋是要特别要转去的路？咱拢会想讲，早知道。我若会使阁转到起初，古早我选择的时阵，会当改变偌好咧。早知道，但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一家伙仔4个人，甲翁婿、老米，甲2个囝，一口有3个查某人，1个查某人，总是10几年以后，剩1个人。只剩1个查某人，迄个时代查某人会当做啥物？袂当。查某人伊已经年纪大汉，伊嘛无法度阁嫁翁啊。而且伊的囝嘛过身，即马伊的身躯边干那2个无阿弟所带的新妇，伊的心，咱会当想，伊行伫即个要转去的路，未转去，依旧咧想啊。过去的这10几年以来，上帝你到伫我的时间的内面。阮伫离开移民的所在，主你敢有教阮伫地？阮敢有甲主你放伫阮的关系内面，互主你成做阮一家之主吗？阮若是迄阵啊，选择毋是安尼。如果再回到从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懊悔？咱是毋是定来咧想，我哪会当转去到古早？我哪会当转去到我确诊之前？我若莫甲谁讲话就好啊！我若莫去甲谁用共一个饮水机就好啊！咱是毋是会想？确诊咱是对倒来，是谁传染互我的？啊，我是传染互谁？咱人就是安尼。大便咱若经过，咱来想：如果我还可以重来，如果我再回到以前，我想拿欧米伊嘛共款，伊会想到伊当初伊要离开伯利恒的时阵是惊慌，所以因敢若是被逼。敢若是毋是足自由的，啊，我都无就要安那，我都无法度啊，干嘛呢？若是无办法的人，是无法度移民的哦。所以可见，因是有办法的人。总是因的选择，就是我算我的算盘，我无要算上主的算盘。上主你的算盘，你互即马惊慌，即个算盘我先放的，我先摕我家己的算盘来算算的。哦，摩押迄个所在赞，伊就来啊。前往摩押的所在，敢若伫即个真无好的中间，敢若小可有茫哦。总是伫即个过程，我相信拿米会想到翁婿过身，死亡搭伫因的即个家庭中间。总是嘛，敢若阁有一点茫，就是因伫摩押岛的时候，起码会有喜事嘛，重喜一个嘛，敢若阁有敢若阁有迄个茫走出来。总是人的即个境遇就是一时好，一时歹，一时好，一时歹。总是好的时阵是1、2嘛，不如意事情偌济8、9嘛。所以咱想，我们回家的路，咱归回的路，是毋是总是伫懊悔吗？因为咱总是咧懊悔那不如意的8、9。如果早知道，我哪会当阁转到古早？我敢会离开？是喏，其实因已经早就知呢。第一，我算我的，我做我走，所以我决定我无咧听。伫当礼拜咱的经文就讲，我就来走啦，我就来移民啊！我要来移民去遐，总是想到，敢若遐边遮可较好，咱就来去摩押的所在，不管迄个所在是毋是人讲垃圾所在，甚至因即阵来有言讲遐叫做垃圾人啊！兄弟姊妹，当咱啊想讲咱暂居，好，反正我现在没办法嘛，我就暂时嘛，我就哭一个尔。但我们没有想到，咱的寄居居来变成定居。咱本来感觉迄无好。迄是罪恶的所在，罪恶的办法，我一遍就好，一遍就好啊！我的机制，我的这个防卫机制，一次就好了。总是咱无想到讲，咱本来想到要暂居，结果变成定居，到
10个人拢死了去啊，5万拢无去了。然后咪袂免地开始来想，当初想当初，阮若古早迄阵啊，咱若莫决定去摩押，摩押迄个所在是受到咒诅的所在，咱他好，咱他以后去迄个所在啊，总是拢已经决定了，总是代志都已经到安尼啊，甚至拢已经带遐个查某囡仔做因的新妇。是喏，咱定定就是顺咱的心，结果咱是死亡。毋望咱会当顺性行，互咱会当活命，会当甲人有和好。愿咱顺的性是永久的，毋是一时的。咱顺咱的主是会当靠主来得到胜利。愿咱知，当咱若是发现毋对，今仔经文内面都真清楚。本来3个寡妇，因其实斗阵出门，已经要转去伯利恒的路的时阵，拿俄米伊想到，我是毋是得罪上帝？这当初我若毋是安尼决定，我的翁婿，我若甲即个家庭毋是安尼决定，阮今仔日袂安尼，阮要悔，阮后悔，阮嘛要改过来。但阮无要阁自私自利自义，家己就是活着，所以伊去到路中的时阵，行到一半，决定甲即个2个新妇讲：转去吧，转去摩押，我无要阁你限制啊。因为3个查某人会转去了，会当做啥物？无够幸福。对无？因袂当阁囝，伊无法度阁生，而且摩押的女子去甲伯利恒，会去用安那雷骂，会去用欺负，是真危险的代志。拿俄米伊醒悟起来，甲这个新妇讲：互恁自由吧，我无阁自私，我一个人转去嘛，无要紧，莫甲恁绑掉的，限制恁未来，限制恁的幸福。安尼，我会当避免得罪着上帝。我已经知，原来我的名是真甜的，原来我的名是欢喜的。总是我后来经文来讲，恁莫阁叫我拿俄米啦，一个讽刺啦，恁该叫我玛拉啦。苦啊！我实在是苦啊！我敢会当有机会，互我的命运会当反转，会当转过来吗？兄弟姊妹，咱即摆是毋是感觉真苦、真艰苦？一项都还袂代志咯，还袂处理完，搁一项。主啊，救我！挑战不断，咱的主有动头的，毋是咱有动头，敢好？咱甲拿俄米共款，咱来悔，毋是后悔尔，咱来改过来。改啥物？即天已经到啊！事实即天就是安尼，事实今仔就是剩3个寡妇，咱要安怎来做？决定要转去伯利恒无？转去就是无民主，嘛是要转去，因为阮听到上主抑阁顾念伊的子民，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转到主你，互阮原来迄个搁水的所在，迦南的美地，互阮会当搁一遍领受上帝你的恩典。所以拿俄米有人圣经学者讲，伊号做女主版的浪子回头，旧约的女主版的浪子回头。当伊想要转去的时阵，伊悔改，无搁掠即2个伊的新妇。甲到阵，用情感、用情绪勒索、用情感勒索，甲甲到阵无？恁转去吧，恁转去吧。其中一个新妇讲好，我转去要拜我的上帝。虽然伊心真毋甘，大好，咱就知拿俄米对人来看，伊是一个好的伊是一个好的大家，真好对待伊的新妇，总是伊知。伊干那做人真好，无够样。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咱的厝边隔壁讲咱是好人，好人袂当救你哦。
敢若是拿俄米共款，伊是一个大好人诶。迄个时阵会当互新妇安尼疼惜，大声吼，揽着诶，毋甘离开，大好人。厝边隔壁你诶同事、你诶亲戚朋友50、60、70拢讲赞啊。问题是，你我靠的主敢有讲你赞？也是咱得罪主济济咧。毋望咱会当来想。毋是干那想，若知早知，即马上帝互咱机会，就是即个时，就是今仔日11:12，5月29日，2022年的今仔日，即个时，咱是毋是要亲像拿俄米共款？咱愿意转到主妇的家。拿俄米真好命，会当讲伊是真好命，是因为伊有人愿意甲伊斗阵。虽然伊即个新妇有一个离开，回去要拜伊的神，咱嘛知影是安怎。拿俄米会想到伊新妇的处境，因为伊若是回去甲伯利恒，伊无法度拜伊母爱的神，伊爱拜上主。伊有替因想到即项，这就是一个决定，总是路得咧。路得伊愿意，伊愿意来军队，即位伊的大家的主，因为伊知伫伊的大家的心上，伊看见即个看袂到的上帝，知即个上帝是会当军队的，即个上帝是会当真侪路得伊的上帝。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做的，敢若是好人？总是咱是因为咱好，上帝怜悯咱吗？毋是，是咱若是无够好，上帝嘛是怜悯咱。就是咱今仔日足歹，今仔日咱歹甲足歹，敢若无人会当甲咱救，咱敢若已经无药可救啊！上帝可以救，伊无放弃，无放杀咱，因为咱主怜悯咱，毋是咱的好所行。拿俄米嘛共款，伊会当诚做一个好人。那伊会当诚做好诶，大家总是若无主诶怜悯，互伊活长心，互伊过火，互伊火后悔，搁活倒生长心，主来行，这是上帝恩典嘛？愿主诚做咱生命中诶主，甲路得一样。愿意讲主啊，你诚做我诶上帝。我可能原来毋是掠你做上帝，我可能掠好的名声、好的钱财、好的未来、好的一切世间看最好的做上帝，总是主啊！但我要掠主你的心意，做我的心意，我要一生来跟对你。我知主，我一生毋是孤单的，是你有陪伴我。就亲像拿俄米，伊有一个外邦的女子，路得是互主拣选的，诚侪伊的同伴，一直要来军队上主。兄弟姊妹，人讲的无装煞，爱上帝讲的才有装煞。伫2天前，我甲一群人已经一斗阵读圣经，一天读2章。拄好读到即个撒该利亚，即个先知，即段经文，互我真大的激励，因为上帝知影我要面对的困难啊。因为这嘛是一个回家的路，归回的路，是安怎讲？所罗巴伯伊去互即波斯的王，互伊愿意转去你的故乡，因为本来以色列国已经去灭国了后。到波斯王的时阵，讲好，你会当转去你的圣殿，总是毋是每一个人想法拢共款。当所罗巴伯伊带一群人要转去圣殿的路的时阵，有人就踮遐咧安那塞龙，有人安那落来甲伊陷阱陷害，甚至因家己的人住伫即个波斯的人，家己的人都无要帮忙家己，上帝圣殿去1年、2年、3年。10几年还去袂好势，
所以我心真艰苦，真逼迫。这个时，上帝就才差派先知讲：你去来讲什么？咱斗阵来读一句这个经文，好无？咱大家斗阵哦，这是真重要的哦。伫去圣殿的人，嘛会拄着挫折；去圣殿的人，嘛拄着歹人。咱三个来读哦，请。伊甲我该讲，上主吩咐所罗巴伯的话是安尼，毋是靠权能，毋是靠才能，着靠我的神。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大山，你算什么？你话伫所罗巴伯面前变做平地，伊甲上重要的石搬出来的时，竟然会话讲：上主赐福，上帝赐福。阿们。伫去圣殿嘛，拄着遮尔恶担当的代志，遮尔大的挫折，敢若大山咧，总是上主透过先知讲，毋是我靠人的能力才能，是我靠主的灵。管世才能，皆拢毋是上帝的算盘。上帝的算盘是上帝的灵。上帝的气，伫新约，这个气就用一个字眼，是咱较知的，就是信心。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势力才能，我们依靠的乃是神的灵。咱靠的是上帝这口气。我想咱今嘛伫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大确诊的时代，咱更较知有一口气伫的是足重要。若无一口气，啥物拢无有，拢无有，拢免讲啊。咱的主嘛是甲伊所听的罗巴伯讲：你唔免累志，你先去圣殿这项圣工，我知有真侪人去咧塞弄，甲你阻挡，总是毋是靠这个。靠的是上帝灵。所罗巴伯归回的路，有主甲咱伫伊伫地，主嘛甲咱伫地。继续这个经文，佫讲，哦，伊看到三先知，互叫醒了，就敢若互叫醒，问讲你看到啥？你知影这个意思无？哇，我有看到金的灯台，啊，顶头佫有油的盆，这个的盆佫有7支的灯，这个灯佫有灯的心，边仔佫有橄榄树。吼，佫有边仔，佫有一个对油的伫正边，一个伫咧倒边。这要甲咱讲什么？兄弟姊妹，就是咱毋是一个人咧起圣殿，咱毋是一个人咧起做教会，咱毋是一个人咧经营咱的厝，咱毋是一个人咧经营咱家己的性命，是咱有一个团队。遮拢讲的是一个团队，所以咱毋免惊吓。咱一个大家庭，甲人教会一个大家庭，你若有啥物困难，也一个电话，甲你的小组长讲，甲你的区长讲，咱一个大家庭，咱就三角来面对。一个去圣殿的人，所罗巴伯上帝所竞选的，拢需要团队来合作。咱一家人三角体系来斗三工，太咱啥物款的人，咱无需要，咱真需要。需要主甲咱伫地。昨我的先生阿贤下晡要去福建的时阵，佫一条线，因为我的查某囝拜五早起2条线，所以阮厝的人要出门拢爱快驶。昨要去福建，佫一条线，总是食饭食饱要困啊，身躯洗好10点外，我若看伊足神呢。我家问问，哎呦，发烧呢，开始摕来塞。讲奇怪啊，下晡才塞落1条线呐，一塞马上变2条线，而且对37度8，一时啊久，吼，阮创的个电话卡这个线上个扭38度38.3，哇，伊是属于高危险群的呀，所以赶快线上挂台大联络啊，联络家
哇！医生看到讲，哦，安尼你这安尼真危险哦！马上搁挂号经过3个线上的医生，今仔下早搁挂6点的。兄弟姊妹，咱的烦恼未？阮厝5个人，3个确诊啊，剩我甲我大囝，带咧等啥呐？今仔日营养无需要讲顿呢。今仔再去，阮若是医院2条线，安尼咱的团队几条线啊？无言啊！5点我起来，我暗时困啊就好困的啊，因为我知有团队，即便我袂当，阁有人可以啊。我们是团队，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有人跟我们一起。上无咱的主甲咱伫地，咱是团队，咱是一家人，咱三角体系。所以我困啊就好困的，5点外。醒起来时阵，真安稳，去甲摕来塞1条线。我的囝要载我来，伊讲吼，他有可能这是天什么之选啊？今麦少年咧讲，天选之人哈，歹势啦。那个我但是我就是1条线牧师这样，感谢主，1线1条线的牧师啊。今仔日我才会当伫遮。就是咱要讲，咱要承认上帝伫咱的时间，伊无错误的时间，伊无耽误咱的时间，所以咱毋通误会伊。咱爱互伊伫咱的关系内面，咱要来做，互伊来做咱的主，甘好？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咱要来唱一首歌，将你的烦恼、无奈、你的酸痛，拢放伫主的面前，上帝要来照顾你。咱起立，三角。用祈祷的心来唱一首。你的心，你的心，你的灵，你的酸痛无奈拢无伤悲，互伊来医治你，你管好，不管好，伊的稳定。祝福，伊是一世甲咱养育。你思量，你怨叹，你艰苦，你水的心肝，伊拢了解。上帝听惜你，毋免惊，莫停止，你的祈祷伊在听。望你一心啊，可以，上帝伫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甲你提供，甲你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哪里提供，哪里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照顾你。时时咧照顾阮的主，阮感谢阿罗你。主啊，阮每一遍的回想，主啊，阮每一遍要登到主你的圣殿的时阵，阮就回想这一路来，主啊，你安那来引带带领？阮有真济白的代志，阮有心艰苦，甚至阮有身躯会痛痛，阮的酸痛，主啊，你拢知，你第一，你嘛要来医治、甲扶持、甲看顾，你知阮心白的所在。阮真后悔，阮毋知要安怎的时阵，阮会讲：哎哟，哪会搁来啊啦？啊是安那啦？主啊，你知是安怎？若是阮得罪着你，主，阮要恳求你，互阮会当甲主你的面前来认罪，阮悔改，我转身，阮转到主你的身边，转到主你的家，互阮一路
行主你的时阵，阮的心，互主你来看顾。主啊，阮破碎的心，搁较安那碎，主你拢有法度，互阮个完整；搁较安那歹的心，主你拢会当来拯救。愿主耶稣拯救的恩临到伫恁，既然恁所关心愿意的人，即时主拢要来拯救恁，互恁有永远的福分。上帝无改变的听带来完全的医治，互人甲上帝和好，甲人甲家己来和好，成做生命中上重要的支持甲引带。因为主你知，这是你的囝儿要做重要的决定。阮徛伫人生的十字路口，阮需要做出决定。主恳求你带阮的手，做迄个决定是无后悔的，做迄个决定是会当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的。阮知。主，你无离开阮，你互一寡代志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是主你要对阮好。主，你知安尼要起造阮的生命、阮的家庭，你要来祝福阮。圣神感谢你，诚做保惠师来保护、保守阮，互阮无管是伫客厅。阮伫办公室的所在，阮伫厨房，阮甚至伫便所、伫楼梯、伫真黑暗的所在，主你的光照阮，因为主你就是光，你光来黑暗就无去，互阮有主你完全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过来敬拜咱的上帝，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以你的恩宠，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会做伴。咱着伸笑伊的恩，你的付出，无在黑暗咱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你别较因错，互人阮的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学咯，对声应心，好天地拢做相共。我一个主要说，伫较伫的因错。你别较因错，互人阮的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学咯，对声应心，好天地拢做相共，好天地拢做相共欢喜。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海罗咱拍破这荣耀归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上帝的福气平安要甲恁伫地平安。